那时候我刚好抱着那个小小姐，然后她说爸爸，小小孩说爸爸，拿去放，拿去放。她一直叫我把弟弟拿去放，不可以抱着。体验的感觉，然后有这么多的宾客，好，换一个 pose 哈，麻烦，辛苦。同时呢，也接受了很多中医师的审美照顾，从老到小。当然不是只有幸福的妈咪可以使用的月香解释，实际体会之后的分享是非常有说服力的。当然最重要是，日本是没有坐月子的这个习惯嘛，所以就来到台湾之后才知道这个习俗，我觉得非常的棒。很多日本的妈妈都是听说我坐月子的事情之后，大家都超级羡慕我。然后我这次也是还没有生第二胎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期待月子餐啊这些东西的事情。啊，我觉得小杰第一胎的时候也是，第二胎的时候也是，就是给我做的事情，一切都是真的非常的感动。就是我觉得他都可以在月子中心上班那样的感觉。对，就是可以顾到我身体，还有帮我看伤口啊什么，就是不可以就是着凉啊，帮我吹头发啊什么的，就是能想到的事情，他全部都有帮我做。现在意外第三胎，意外第三胎应该不会吧？现在准备就是2胎这样子。这个只能老天爷知道的事情吧。可以帮我们分享。那小小爱跟弟弟会有就是可爱的互动吗？可爱的互动吗？有，就小小爱出生的时候嘛，然后谢谢杰，小小杰出生的时候，然后小小爱就在旁边看到，那时候我刚好抱着那个小小杰，然后他说爸爸，小小爱说爸爸，拿去放，拿去放。他一直叫我把弟弟拿去放，不可以抱着他，笑翻大家。放在就是婴儿床上面。